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阿德。嗨，大家好哦，我是沙龙。咱搁转来。来了。咱顶一集讲啥？会记得无？讲迄个海产文化。这个甲海产有关系的代志吼，咱介绍一本册。是。那先来这个补充一下吼，补充一下资料，就是这本册吼，咱顶一集介绍的周明忠的这个花卉、花枝、花旗啊，台湾海产名小考，伫咧这个今年的年册啦，23月份那一款，伊有改过名。所以你若想要买新版的，互你名都爱重新找，毋是这个名哦。新的名咧叫做152红山三枪四马家台湾海产的新世。佫真斗久安尼啊。但是这个那以这个册皮来讲啦，我较介意旧版的吼，这个台湾海产名小考这个旧版我讲较古水，是讲较古水。那新版本看起来较像啥？较像海产大头前的迄个，我讲海产大是咯，迄款的外口伫卖迄个炒好的餐厅，这款的一炒店吼，讲一炒嘛会使啦，吼，快炒嘛会使啦。这款店的这个头前毋是拢有迄个水柱啊，嘛是无讲水柱啊，就是水箱啦，内底饲迄个鱼啊啦啥，敢若互你看着海产，看你要爱啥物物件，你就甲点安尼啦。伊的风格是安尼。迄个感觉我个人是较介意旧版啦。但是伊即个名嘛真趣味吼，就是152红山三枪四马家。这其实咧是来自一个讲法，叫做台湾10大好食鱼仔排行。所以绝对毋是敢若这4个。你敢知影是哪10大？哎哟，我也无研究啊你。上无拄则讲的152红山三枪四马家知嘛？是啦。这个红山其实是一款嘛是甲枪共款的亲情，好食啦。伊身上其实看无啥有红色。但是反正就是红山几落的名啦，伊其实有其他的名啦吼。155仔鱼，2红山就是咱讲红山嘛，再来三枪，枪就是咱讲白枪迄款枪吼，再来四马家就是土托鱼，马家真好食，大家较知影土托鱼鸡，土托鱼吼，就是当嘛是马家啦。再来后壁咧，其他就是五面六家啦。加辣真有名。加辣毋是加辣个加辣。加辣毋是223是56个6，即个加辣嘿，因为有一款讲法入面讲这是即个腊月，就是寒天出产的鱼啊。即款的讲法。我搁讲一遍辣啦。加辣。嘿啦。5面6加辣，第6个是加辣，第5个是即个免仔鱼。这拢真有名。咱顶边有讲过嘛，即个无钱有钱食免，无钱免食，就即个免，因为嘛伫排行内底，就讲是好食鱼啊。5面6加辣，7赤章8马头。赤章咱顶边介绍过啊，马头嘛一定有讲着好食鱼啊。过来是9春日10乌后。其实咱当较接看到，其实变成讲9乌后10春日啦吼。或者春日啊，即款鱼啊，阮市场定讲春日啊吼。但是乌后嘛是定看到啦，红后、乌后拢最好食吼。毋过你若是看当较习惯讲法咯，9乌后10春日吼，其实甲头前都无押韵啊。伊台语的惯势，像即款话吼，即款敢若口诀共款的话，一般拢会倒句，拢会押韵。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即个咱讲7赤章8马头，9春日10乌后，安尼毋才有押韵倒句。
所以互大家了解一下，就是152红刷3抢4马甲5免6加拉7车装8马头9春子10乌后，安尼毋知迄个语感对无？蹦蹦蹦，迄个感觉呢？蹦蹦，就是伊一句一句迄个节奏感，一个板仔的感觉，这颗粒安尼人唱歌一粒一粒安尼啦，就是一个板迄个感觉吼。因为台语内底真，伊本身因为声调变化侪吼，所以听起来敢若伫唱歌共款。那唱歌要配合啥？配合板嘛，你讲话速度节奏，才有个感觉。对啦，节奏，所以节奏，有阵这嘛是做一个台语语术的参考。但咱讲，伊讲了好耍趣味，就是来自即款的方式啦。咱对语言语感的了解安尼，这是先互大家一个甲顶边有关系补充啊。过来咱就来嘛是先小开讲一个，就是顶礼拜，算顶礼拜，顶礼拜。这个拜五时阵呢，有播出着我去这个宝岛少年兄，这个节目内底吼，因的主持人叫做7号甲宜兰，那咱的听友有真侪人应该嘛拢知影啦，听侪听友应该是拢有听他啦。那我就去遐开讲啦，我阿姨个我私底下就讲，伊直接惊讲啊，因的台语无遐认真，嘿。所以惊讲啊，惊会歹势惊敢若可能互考试安尼。我就讲其实即个物件就是我甘陪你随，我从来嘛毋捌强迫别人讲你就是爱讲到什么程度上，我其实无安尼啦。对啦，咱拢伫学习中嘛。咱家己找来宾嘛是共款嘛，无要求讲每一个来宾拢一定是100%嘛。尽力就好啦。有心上重要，有心是头一个啦，其他拢还会使搁讨论。迄讲就去前一阵啦，其实嘛是7月中的代志啊，去甲因开讲去甲因算安尼开讲真欢喜。私底下都嘛讨论遮侪物件安尼所以其中有一个较小秘密这是听宝岛少年兄的听友袂知影的代志，因为伊当场就甲剪掉，所以我今日要来讲出这个秘密当然袂使全部讲破啦因为其实就是阮伫讲到布袋戏的代志，那伊就我毋知你有听无啦？我有听到，你有听有趣味无？是好耍啊！笑甲大家笑甲真欢喜安尼尤其这个小姐啊，这个姑娘啊，你的笑声实在真有魅力，比雪人更较恐怖啊，更较厉害啦！真趣味伊的笑声嘛是伊的特色啦。是迄个时候阮就伫讨论讲布袋戏的内底一寡重点啦，比如讲。当然，布袋戏一寡特色啦，拄着的问题啦，啥安尼。那当然嘛有讲起着即个黄文德，当然网友八音在主黄文德先生伊就来过往啊嘛，嘛无偌久的代志，应该是旧年的款，我若无记毋对那就讲到即件代志，但是咧，咱的即个少年兄7号咧，无细字，可能即个一时毋知。想去倒下去讲毋对人，但是伊讲的迄个人咧，佫在世，所以阮两个都我就想，我拄开始小可惊着想，你讲迄个人敢若佫伫你嘿，无伫你的敢若是毋得先生我讲你是毋是有小可记毋着？嘿，伊就佫。惊讲真正记毋着，佫去用手机查，你知影讲我伊讲真正佫伫你，到底是讲着送这咱就莫甲讲出来啦，人佫伫你跳跳，但是伊就惊一着哇，讲成安尼，这出代志，现场就甲剪掉，所以这是大家较毋知影的代志啦，你大家听起来感觉讲阮到底讨论毋对，其实拄开始你讲的时阵咧，即个7号有讲毋着人，死毋着人。所以这个小秘密伫咧遮，伫咱节目内底，甲讲出来，甲压出来，互大家批判一下。就是安尼。当然，咱无讲出人名啦，这个甲死亡有关系代志啦，甲过身有关系，咱就无后边讲所以伊嘛是讲这袂使讲，这袂出代志，是甲剪掉。这是小可好耍的代志啦。7号兄小注意一下。好，咱今日嘛是爱来跟进入正题。咱今
今日要讲的故事歌无同款啦，这边是故事啊，是哈。你还记得记无？吼，咱捌讲过一篇宜兰的这个平埔族原住民，或者噶玛兰族，咱常常讲到噶玛兰人嘛，噶玛兰族的神话，咱捌讲过一篇，你会记得无？你讲啥我就会记得。所以你当读康袂记得对无？你拢无法讲呢，但是我之前有讲互你听啊，我吼故事听伤济，听甲你要讲呀，是，啊个听别人的，啊个家己的生活。来，我来陪同你做伙，甲这个基地找转来，吼，就是一对兄妹仔来到噶玛兰这个所在，结果两个兄妹仔到尾无来往，阿兄都哩恁甲我，甲小妹阿巴斯甲我，阿巴斯教我。我伫写稿的时阵，这两个人名我无回头去找，我甲当阿哥会记哩，你看有厉害无？你讲我不就会知呀？嘿嘿，我讲你就知，到厝我就知影咯。对，我讲哦，嘛有人到厝，我讲毋知影讲迄是因兜哦，这是出事的哦。你可能爱看医生啊。真的啦。咱咧讲那故事，这个故事是讲这个多利嫩甲阿巴斯兄妹仔之间。为着土地来产生冲突，两人说起冤家，最后小妹离开往到花莲，对吧？来，这个阿兄都留伫咧南洋平洋这个所在，发展成噶玛兰人。当噶玛兰这个家字，这个发音是咱好多人伫讲的台语伫好的方式，那正式因家己的念法，这个噶玛兰话的念法是噶玛兰。噶巴兰，噶巴兰，无啥共款吼，但当然因为咱毕竟是台语为主的节目，我暂时是用台语的方式来甲读吼。那这篇咧，咱总算搁要转来讲噶玛兰的传说啊，第二个传说，这嘛希望讲咱听友嘛共款吼，毋管你徛在倒一县市。咱就应当爱对生活环境甲族群加减有一寡熟悉。你生活中的环境过去住过什么款的人，什么款的族群，其实咱是会使去试看觅了解一下。好像咱家己来讲啦，咱既然伫咧宜兰嘛，该当然除了具体即个台语文化了外，在地台阳族，加是加即个噶玛兰族，咱嘛会使豆去甲了解学习，学习因的文化。无得靠你去即个户政的户政事务所啦，甲过去即个户籍资料调出来，咱之前嘛讲过，凡是你都会知影讲，原来你住地就是有原住民或者是其他的血统，但是血统毋是文化，血统还血统，重点是你敢有开始，你敢有愿意去了解，了解才是重点。咱这边要讲的这个故事的，虽讲嘛是神话传说，不过这神话内底咱会使看到这个族群看重啥，伊生活的方式是啥，伊的男女关系，咱叫咱讲男女关系，家庭关系是啥，所以讲神话或者传说，定定拢是文化的转化，是哈。伫这故事内底，咱会使看到一个族群的文化根基，伊的文化底底重视的是啥物件？好，咱讲倒来故事本身，古早，迄时即片土地也无限制通食甲饱，无啦，伊是也无限制是外口传来限制毋是本地台湾就有诶物件吼。伫咧规个宇宙当中，宇宙你讲宇宙也可以，啦，宜兰咱讲宇宙伫规个宇宙当中咧，只有一个住伫地面的查甫人，伊或者是狗。是啊，狗会记即个名，是啊，狗，是啊，狗，毋是啊，狗，是啊，狗，来，还佫有一位住伫天顶的查某人，叫做木杜马祖。我讲较慢，安尼恁听有无？总共到因两位尔，规个世界，规个宇宙就这两位，这两个人嘛，袂使讲人这两位存在就对啊。这个木杜马祖咧住伫天顶，自然都毋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当然，伊是属于日亚兰。日亚兰什么意思咧？日亚兰就是神明的意思，神呐，超出人的能力的啦，日亚兰，日亚兰的这个木德马祖咧，伊就为天顶看向地面，
逐工就看即个查甫人啦，写到伫遐啰嗦，既然人讲好啰嗦啦，即个词较特殊，即煞嘛，互大家理解，好啰嗦甲啰嗦差不多啊，同款意思啦。但是既然人现讲好啰嗦，这是较特殊的字啦，咱嘛袂使讲伊是即个歹囡仔搞烂头，规工伫遐碰骹当做死人要食毋讨趁，毋是安尼啦，上主要是迄时文化未开，所以除了找一寡即个树仔顶的果子啦、掠这虫啦、摸度日以外，伊嘛无其他生产食物的材料，无这办法。做什么工课？嘿，无毋对吼。来，歹囡仔搞烂头，毋知什么意思？歹囡仔搞烂头意思敢讲，真有鲁塞，伊嘛毋是安尼讲。烂头其实是借口，拢专利的话，专利的借口了啦，这就是有当时讲一寡囡仔较激脱啦，或者是有的人讲袂听啦，母一寡母猪母狗的代志啦，理由一大堆，咱讲歹囡仔对啦，应该是说，真侪理由啦，嘿，是安尼讲啦吼。来，摩多马祖咧看伊安尼吼，看即个蛇狗啊，规工伫涂骹伫地面在啰嗦，毋知创啥，无物件通食咯，拣一寡找一寡果子啦、糖啦来食吼，想讲嘛真无写死，伊就下凡来甲解救，甲斗3工，是女神嘛、理神嘛吼。摩多马祖带领着蛇狗找到一块附近有水源的土地，彻查、种地、烤草、翻土，甲即块地。开地种田，变做通种稻仔的好产地。当然啦，这个稻仔是甘仔兰人种的，就是旱稻，也就是这个种伫大产的稻仔，甲咱打较接看，叫做水稻、水稻，无共款，品种无啥共款。不过迄时嘛是真重要的主食啦。那无摩多马祖甲稻仔这款物种这个物件咧，甲这个做产的方式炸到地面来，这个世界是无通出得稳定出得的食物，无一个主食，然后就世界去找物件食呢。但是咧，这产地广阔范围真大，两人伫附近的山骹，佮找一个所在起厝通好住。这时摩多马祖做事是无用饲差，蛇狗毋知伫创啥。若是到了3更暝半，一男一女困烧我，敢讲会单纯开讲兼教陪单，自然就烧染烧浸才袂畏寒啊！安尼才会烧啊！后壁的代志，咱就免讲到遐尼明啊！反正是反正摩多马祖甲蛇狗咧，都有一个顺意思啊。顺意思是啥？就是甘仔兰话囡仔孩童的意思，囡仔人的意思就对啊。这个有囡仔了后咧，照例是3个人一口罩，自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咁安尼嘛？那是童话故事就是安尼嘛。可惜啦，现实都无像囡仔顾遐尼古锥。摩多马祖咧是无用甲强要死，又搁着教囡仔饲冷水，又搁着顾田园稻仔爱压水。那安尼蛇狗伫创啥咧？啰嗦，伊规工用先生等咧食死饭，食死饭怎意思？食死饭就足便当啦，敢若等要食唔讨趁啦，无要出力啦，就是叫人出款好食呢。开喙伊就是问，因为啥呢？因为讲什么地久有啊年那嘎嘎那尼，这是甘仔兰话，我不到腰啊有啥通食的意思。所以拜托一个，咱摩多马祖是无用到有手伸无路，有骹行无步，对无？你一个查甫人煞要食毋讨趁，规工想效果，伊敢若直接想要食尔啦。摩多马祖无法度，只好甲蛇狗讲，佮较安那讲，你嘛是囡仔的淡妈，淡妈，就是阿爸的意思。阿母要安怎讲咧？阿母叫做丁仔，毋是猪仔，丁仔。所以这个打稻仔当欠照顾，我就爱来去扫草。我无伫你的时咧。咱的这个顺意思，互你要，你就爱甲顾好好。这个懒惰性的蛇狗咧，勉强来答应。摩多马祖咧准备要出门去顾田园，出门进前，摩多马祖个千交代万交代。囡仔你就爱好好啊顾，唔通有什么失觉擦。上重要的是，有一项物件你绝对袂使互伊食，迄就是叫做干脑。干脑是啥咧？迄其实是一款毛蟹。一般的毛蟹住水底，迄叫做活蚶。
吼，活汉就是即个毛蟹吼，感觉咱话的毛蟹，螃蟹。即款你涂骹四界白即款毛蟹咧，吼，叫做干脑，会使小可会记哩。你千万袂使互咱的孙女去食着干脑，你知无？啊，因为伊有毒嘛。伊就是敢若有交代安尼尔，嘛无特别讲啥啦吼。社教咧嘛毋知有认真听无，我甲因讲好啦，来我过啦吼，你紧去紧转啦吼，就是安尼讲尔咯。啊，对安尼咧，木顿马祖就讲一声，高野的贵友，即个意思就是讲我要来去啊，吼，就是要出门啊啦，我要来去啊意思。啊，伊就出门去做事啦。因咧产魂伤大片，木顿马祖出去一工无转来，2工无转来，一直到第3工。无用煞转到厝啊，煞看到伊的孙女，伊的囡仔面仔青顺顺，嘴唇阁翻乌，伊惊一条，我头看因翁社狗，甲问讲：“哎是安那？”社狗戆戆徛伫遐，敢若讲：“啊，伊就不倒腰，一直哭，哭袂离。我甲挨甲拢忝啊，啊，拄好看到2只干脑，我就甲掠来饲互食。哦，当海钓。哦，木顿马祖听一个话要气死，我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你毋通互伊食着干脑，你完全拢无听我咧讲咧。木顿马祖知影缘由了咧，赶紧施展神力，会记哩吼，伊是女神吼，所以咧伊对囡仔即个不倒来处出迄2只干脑。原来迄2只干脑吼，即个孙女吞落不倒来了，是无随死去吼。颠倒是伫即个囡仔不倒来用2支叶啊，伊拢一只拢2支叶啊嘛，毛蟹嘛，毛蟹有迄个钳子。那一般咱咧食做饲仔讲啦。对啦。但是饲仔讲感觉是已经熟啊，一支安尼啊，都是活的吼，2支叶啊吼，毛蟹叶啊，伊就甲即个囡仔腹内迄肠啊啦、胃啦，即个器官吼，拢甲剪断。哎呦喂！嘛是真奇怪吼，因是安那无爱甲即个干脑煮好食甲食，我咧甲煮好食啊，我嘛毋知吼，可能是社狗伤贫惰的款啦，反正好佳在木顿马祖甲囡仔救回来啊！哦，真厉害呢！隔讲木顿马祖想讲啊，田的嘛是爱有人顾才会使啊，吼，咱到时阵爱修行啊，伊就甲社狗甲伊参详啦，甲参详看卖讲，伊讲。你顾囝遮尔含慢，活人险啊命艰难，要无忏悔换你去掌管，我伫厝内顾囝较安全。现在社狗一听煞起屁面哦，伊讲你是伫讲啥笑话？查甫人哪有去做迄个粗重工课？我都毋是伫说你捕田收草，我是无奉陪吼。所以木顿马祖一听，毋知要哭要笑啦。啊，这个木顿马祖嘛，实在是哈，傲查甫，你碰到渣男。这个查甫人暗时要困的是真笑着，日时若要做神女小小。论真讲啦，这个较输菜园种出一条桥，无法度啦吼。讲颔棍生流拄着啊，这个木顿马祖就拄着嘛吼，只好家己出门来做事。即便伊个千交代万交代，千交代万叮咛也可以吼。你邀囝决定毋通乌白来，孙女袂使食干脑，你万不可搁饲互伊食哦，毋通搁好食着干脑。啊，即个社狗哦，可能是即个奸屁都毋知听啦。共款迄个死人性哦，伊就甲木顿马祖因讲，好啦，我会注意啦，你紧去紧转吼，共款的话安尼哦。即声咧，木顿马祖又搁离开厝去做事。即个傲查甫，即个华语讲渣男哦，或者是咧废物翁吼，即个遮尔无路用吼，木顿马祖是真烦恼啦。毋过田的嘛袂使无去啊，交代煞了后咧，也是着出门。即便社狗敢会阁做出什么款的代志，木顿马祖出门敢真是无要紧。咱先歇困一下，我啉一下水，咱咪个倒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为故事单元》。
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喜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咱就继续转来咯。好咧，当然伫咧开始下半段进前嘛是有一寡特别感谢的人咱伫遮来讲一下。其实咱进前一直拢有伫感谢大家即个家父添油香的即个有赞助方案啊，有诶甚至即个真侪人即个赞助还是家父的金额，拢比我本地设定好的即个方案佫较悬那真正就感谢大家。另外咧，我进前其实捌开一个叫做家父添油香福金方案。福金是什么金？你知影？就是迄个土地公金。福金就是土地公金，较细张一般都是上在地咱的即个守护神土地公、八公啊，即个各地各地即个土地公咱的若伫烧土地公金的时阵，烧金的时阵若拜土地公，一般拢会烧着福金即个物件，较细张一寡那其实我有设定即个福金方案，就是讲伊是叫做订阅或者订阅这两个字的讲法这两个讲法或是订阅制啦意思就是讲订阅制，或叫做订阅制，就是讲固定逐个月会扣钱就是讲你逐个月会为你的口座，毋是为我的口座为赞助遮家父的人的即个口座信用卡主要是信用卡啦会扣一笔钱安尼。那当然这个福金方案我嘛是拄开始都讲实在是试看卖嘛是坑咧无特别去想即个物件因为其实我一般啦是安尼，你若要逐个月固定扣钱的即款赞助支持是即个创作者拢会准备一寡会使回馈互咱的即个咱讲订阅也是订阅的即个即个人咱的即个信书大德咱个属于信书大德毋是订阅，咱即个信书大德显然信力的即个方案内底可能有一寡一般免费以外佫会使得到的服务比如讲像有的人是会有某几个集数是要开放互敢若即个人听会到的等于讲会员啦，简单讲就是会员制会员听会到的，或者是有一寡文字啦，或者是什么款的服务另外互即个会员呢但是因为讲实在我想大家加减嘛感觉会出来讲这个是实在是伤无用无用过头，所以我敢若要做出内容已经真辛苦，当时佫无法度，当下迄款一礼拜2礼拜，因为确实是时间超袂出来所以我嘛知影讲我真正无才调佫提供什么款另外的物件互大家所以我即个物件单纯是一个囥伫遐嘛顶悬说明嘛甲大家讲讲实在我无法度提供你什么物件当然我设定的即个福金嘛，讲福金就是较简单，毋是大把金，毋是天公金毋是挂金所以计数无遐悬讲实在伊比就算讲逐个月扣伊的迄个数量嘛无悬，金额嘛无悬，但是相对我嘛真正无法度提供任何的即个服务互大家这真正是较歹势所以有人愿意来即个赞助即个方案，讲实在嘛真感心当然嘛在此甲即个咱家父即个大德叫做Mint 应该是安尼念啦MINT HUNG Mint 应该是安尼念即个大德信书大德，你家己可能要注意一下，我无确定你到底是有认真看无还是本来是要单一届的赞助变成逐个月扣钱，我都无法度甲你斗相共你家己要注意一下。你若是当然你若是本地就知影讲你是要逐个月扣钱而且你嘛愿意当然真感谢。那我遮顶悬伫咧说明内底嘛有讲着我有法度提供的服务就敢若讲
逐集的后壁，只要你要有伫即个方案内底吼，即个月内，阮逐集后壁拢会结尾的时阵，拢会甲你的即个名读出来，吼，等于讲点公平顶就对，你的公平顶要倒咧的时阵，因为伊是会使随时取消，这拢无问题吼。那你若无取消的即个月内，就是我逐集后壁会甲你的即个名读出来。那你若有想要讲的话，当然有一个字数限制，我印象中敢若是25字啊，偌济我小可袂记啊吼。你传互我会伫你的底上尾啊，甲你要讲的话读出来，互大家听。大概也是安尼。要宣传嘛，使是你讲有开店啦，做生意要做宣传嘛，拢不要紧吼。反正就是即个方案，我目前嘛，敢若会使提供即款的服务尔，因为我真正是无迄个时间，暂时也无迄个时间通做其他的代志的，会使提供即个服务。当然未来凡是有机会，我会提供文字的版本，因为我有写稿嘛，所以。做故事的部分会使提供文字，但是所有的文字我目前写法都是为着我方便看，所以真正要提供互大家时，我内底还佫重新去调整过，之前捌讲过，即个文稿整理文稿，讲实在爱另外一个心力。爱较少一时间。所以第一当然较现实的，就是若无一定的即个方案的赞助者存在，我当然无可能佫开即个什么时间实在伤有限。第二，就算有一定的人数，我是毋是应付会来？讲实在，即嘛爱佫考虑过，我爱佫去安排去发落过，爱佫去想看觅咧，去思量看觅，确实有即个时间也无啦。即点嘛是甲大家讲一个。那目前就是上基本福金方案，这就是真正是一杯咖啡的钱，真正是一个月一杯咖啡的钱啦。但是就是恁若真正有介咱节目，而且你希望讲表达你的即个支持，当然其他高一遍的支持，迄金额拢较大，嘛是共款意思，我嘛是敢若会使甲你话读出来，我嘛无啥，我都提供你什么服务啦，真侪人拢迄个赞助金额真正拢足甘心的啦，所以。共款就是拢感谢大家，都因为今仔日我嘛无注意到，看到讲竟然有人赞助即个福金方案，我无料想到讲有人会去赞助即个方案，我嘛小可惊一跳，所以嘛伫遮甲你感谢，嘛互大家了解一个确实有即个方案啦。但是目前就真想影时间上的问题就倡导包含啦好啦。但咱就开始要讲，等来讲即个木顿马祖甲西亚狗，然后感觉咱传说的故事啦。讲对来木顿马祖出门去做事，西亚狗踮厝的甲顾因的即个孙女，孙女啊，个会意思啊？也囡仔的意思，囡仔迄就是孩童的意思，也就是因的囡仔即边的木顿马祖共款伫外口无用顺餐回，哪顺心肝哪丢滴，我即个翁。毋知囡仔过会好无？这袂考考哩，这无通我考。我咧交代再三，照你应当是袂阁饲囡仔食干闹才对咧。毋过真歹讲啊，心肝嘛疑问正重。你当即嘛，即个奥查甫的性格较正在，真清楚安尼吼。同一时间，咱甲镜头刷到因厝内来看卖因伫创啥吼。即时的社狗共款伫遐好啰嗦，伫遐好啰嗦，真正毋知要创啥咧吼。孙女拄开始的乖乖啊，伫遐困，囡仔兴困咯。但是咧困的总是不到枵，囡仔若枵无别项，就是哭甲吵死人。我社狗拄头仔，佫会甲抱起来笑，无就爱你较只偏腰哦。但毋过咧，即个人无啥耐心啦。好啦，莫哭啦。囡仔哪有可能讲你叫莫哭就莫哭？就甲你讲莫哭咩？就是安尼吼，个性无介好啦。囡仔安尼吵，社狗咧感觉有够烦。压榨烦死！叫你莫哭，你个丢爱。压榨的即个汉字。或者写作甲华语共款的是叫做龌龊，咱有咱骂一个人做龌龊。虽然咱讲即个人是若用华语讲龌龊是伫骂别人对，但是伫咧台语内底即个字读做压榨，烦躁的意思，无啥共款，共一个字，但是意思是无共款，伫无共语言内底都无共款，像共款的字伫咧，共款的汉字伫咧日语内底又佫无共，就是安尼吼。这样你拄啊好，即时咧。佫去互伊看到三只干脑，为门口爬过，真害哟！社狗想讲，
顶边看伊就敢若真兴食即个干脑嘛吼，等我哀叫哀袂你啦，紧日喙甲踢落就点规气够好食啦，甚至一直摇把叉安尼烦死吼。咱讲花想人囡仔手就是安尼啦，你手遐你真是要创啥？伊甲3只干脑掠来饲互囡仔食，囡仔红红幼幼无喙齿，物件入喙就吞落去。当系啊，即声恐惊会出代志。出啥代志？咱万请是先补充拄则迄句花想人囡仔手。好，之前我有伫 Facebook 顶管写过介绍，囡仔手甲花想人是啥地带？花想人的人是什么意思咧？这都留互大家去看吼。你若入去到亚特聊聊天吼，大家 Podcast 放上即个 Facebook 咱讲美种鸭啦，或者咱讲专鸭拢会使吼。Facebook 专业吼，专业内底咧找到一个有3个点的所在，你甲指落去，个字敲吹啊，就是搜寻的功能。你就拍花想2字入去，关键字关键字数吼，你就使找到迄篇。我有介绍讲。花想人囡仔手，这个人到底其实是安怎来的吼？是安怎甲花想甲囡仔有关系吼？你就了解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我这顶悬其实写遐尼侪文章啦，或写真侪文章，你若想去讲，我敢若捌写过啥？又搁想袂起来，想要去查看觅，敢若有一句什么会使表示我当想要讲的话，较早一寡俗眼啊啥，但我想袂起来。你就想要复习一下吼，就使使用这个功能，拍一寡关键字词，关键字词入去了，就使专门找我这个专业发表过的内容，提供这个功能，互大家理解一下安尼。来讲转来故事本身，经过几落工，木都马祖总算转到厝，门一开，要找囡仔，现在所看到囡仔只剩一束啊开时啊。一惊一条啊，赶紧问因翁，谁知因翁搁伫遐困到搁会迷茫。木都马祖赶紧甲社狗叫精神，问伊讲到底发生啥代志？社狗看到囡仔无对动，则叽叽嘟嘟讲出伊就饲囡仔食干脑啦。伊讲我就饲即个咱的孙女食干脑。你是木都马祖切一个甲咪讲，你这个查甫人真是傲甲无杂无杂的呢。所以来开始施展心力救人要紧嘛，要救伫伊的孙女。对囡仔不倒来处出迄3只干脑，可惜经过遐久的时间啊，时间伤久啊啦，伊腹内的5脏六腑早就互遐个干脑整甲脆糊糊啊。木都马祖就安尼。目睭金金，看伊的囝，看囡仔伫咧伊的面前，当然无开，吐出最后一口气实在呀！木都马祖伤心到要哭无目屎，伊甲孙女抬起来，逐工讲神，什么代志都无想要做。几工了后咧，伊实在伤过思念囡仔，伊就准备一寡菜饭，举行巴杜克干的仪式。也就是招魂的意思，巴杜克干就真歹念。招魂啦，伊甲囡仔的魂魄招来吼，伊互伊享受一顿好料，自此送囡仔离开，互伊的魂魄就离开安尼。甲孙女是永别的木都马祖话头对社狗来讲，既然你无责无任，我也无需要对你有情有义。咱的囡仔无写无死。此后，咱嘛毋免有来有去。话讲了，伤心的木都马祖点灯茶火，茶堆的这个烟雾豆豆啊向天顶飞去，就安尼木都马祖嘛对这阵烟飞转去天顶啊。真切心啊啦！好，故事讲煞，咱伫内底会使看到啥咧？重点是这个故事内底有什么内容？来整理一下。第一。文明的起源比如讲，感觉咱人的农业上主要的主食就是咱拄仔讲的旱稻稻啊一款引用故事来说明稻啊的来源是神明为天顶也就是别位早来的，这表示讲真有可能过去种稻啊的方法，甚至是这品种环境是。对着这个感觉咱人来到这片土地的时阵，当时早来的，感觉咱人其实嘛是为别位过来的嘛，当时早来个无人的时阵，
这个稻啊，有可能毋是宜兰古地就有的品种，是人带来，嘿，真有这个可能。当然，这是阮从伫咧这个故事内底可能性。过来，第二，食食的禁忌。感觉咱人生活伫平埔所在，照你讲毛蟹是袂讲遐尼看啦吼，像我之前做海巡的时阵，那徛伫那是即个我头城的即个德子口溪、德子口溪吼，德子口溪迄边的即个巡逻的时啦，暗时定定拢看会着即个毛蟹伫路诶行，过桥哦，你看伊行过桥，嘿，你若收我吼，伊个会甲你歹哦，伊真诶，迄个饲仔公牙就管咧。但是，咱嘛知影讲毛蟹本身细菌足济啊，是啊，像即款的吼，你若无甲杀好食，食落去腹肚是会破病啊。对了，伊有一寡毒。上明显的镜头就是腹肚加痛嘛，这是毋是就敢若即个红毛蟹伫你腹肚内底整理的腹内共款？所以其实这嘛是你互咱知影，互后代知影讲，即款物件是袂使生食你生食你就会敢若互伊用即个针啊，甲你整理的腹肚共款。伊有两支针啊。其实就是讲你食即款物件若无杀色，爱做熟啦。会破病，对，其实上简单就是细菌伫里啦。对，过来第三，女巫的文化，女巫就是女巫啦，或者女巫啦。当然，咱应该讲女巫较济啦。你看伫故事内底，即个查某的是女神、女神吼，伊代表着神圣的地位。伊甲囡仔招魂的仪式。巴杜干叫做巴杜干，就歹念的。巴杜干呢，就是后来感觉咱人伫咧人过身的时举办的亡魂祭。所以团下即个就是讲，即个女神团下即个仪式。亡魂祭祭拜亡魂，食一顿粗饱了，爱上路离开咱啦。即个过程就对。好，你食粗饱，你就爱走啊啦。是，而且。伊个有即个法力，有即个法度会使施展神力嘛，所以会使甲即个害人破病歹命为体内出，像即个像拄仔咱讲即个感冒，为伊腹肚内，为囡仔顺利腹肚内甲出安尼，也就是讲伊有才调治病甲驱邪，对无？就敢若像讲以前讲女巫共款会调治病这就是女巫文化、女巫文化，这就是感觉咱人其实真重视即个文化女巫的文化，伊本身就即个神通嘛，甚至会使为天顶落来到地面嘛，会使个转去到天顶，这厉害吼！这就是第三点过来第四点，咱讲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母系社会。你看故事内底迄个红色社狗有偌母路用讲着数人生气咯。敢若呢，你偌少尔呢？有影是除了生囝部分功能以外，拢是靠生囝需要靠伊啦。以外咧，拢是靠木头马祖伫咧过生活。查甫人若真是傲甲安尼即款傲查甫是无可能有啦，讲实在。当然嘛，即迄时阵，迄世界嘛，敢若伊一个尔。都无法度，都无法度安尼。毋过其实这嘛反映出传统感觉咱社会是母系社会，以女性为尊，女性为尊以女性为尊。你看这有才调的，这有才调的啦，拢是查某，无效的拢是查甫，即个故事内底是安尼嘛。其实事实上就是甲大家讲，因的文化过去的发展的方式。事实上来讲，感觉咱社会查甫人若成年了后，大汉啊成年了后，若结婚是爱对某带去某因兜，甲咱都无啥共款。厝内时代咧，嘛是以女性的长辈为尊。对啦，就是查某的长辈，上大，比如讲阿嬷，阿嬷甲阿公伫哩，阿嬷较大，是查甫祖伫哩，查某祖较大，因为地位。阮以前遐原住民你都发现嘛是安尼？是啊，因为第一干嘛呢？阮遐敢台样吗？还是阿美族？但是属于我的朋友，我的当中是原住民的伊即嘛，像阮遐厝边嘛，迄个查甫就是娶原住民的太太，伊的囝就拢互我原住民
生原住民的姓，人因就福利就好诶，真的啦。这个查甫人若结婚了吼，伊就算讲是放弃家己家族的继承的权利财产啊啥拢无你的份查甫伊是查甫安尼。这个家族的财产呢，主要拢是由查某人来继承的所以要生查某囡仔当然啦，你得到好处，你也要承担相对的责任。所以你看，故事内底拢是木顿马祖去做事，对啊，去无用，是啦。若叫因翁做一寡，因翁就底下无欢喜对吧？因为我都是免做这个代志的人，我所以去做咧粗重工课。做主的人嘛，一定会较辛苦啦。这是因为这个母系社会，不过这嘛要补充一个啦。后来呢，因为这个感觉咱人甲河洛人通婚济了后，真侪有通婚的现象嘛受到河洛人这个父系社会、父系社会查甫为主的社会影响，传统的婚工嘛就产生变化。主要的家族的这个继承由原也是以查某为主，但是部落内底这个公共事务，或者是对外战斗往来，这款呢都是以男性为主较早全部拢是女性为主，女性为主我即嘛有分啦，大家分工啦，较公平一丝啊啦。咱这个感觉咱的传说讲了啦，这无算足长的，但真趣味一个故事。我嘛趁这边故事的机会去学一寡这个感觉咱话，了解一丝啦，因的语言的文化，或者发音的方式，无介好讲的感觉，爱学习爱练习做功课就是安尼啦，辛苦还辛苦，咱做这节目做功课就辛苦，讲实在，嘛真是会使学真济。无形中的成长啦，是。好啦，最后咧想要来提醒大家讲，阮打伫收集第100集的听友批信欢迎大家利用 Facebook 也是 Instagram 的批档，或者是 email 嘛会使这个批档来寄批互我，甲你想要对阮讲的话寄互我会甲读出来。其实打嘛有收到2-3封无共款的批。那你若是这个Podcaster 当时有伫听咱节目来讲嘛，欢迎你写批来互我甲你即个斗宣传讲就是你是什么节目啦主要做什么内容啊，咱的听友若有兴趣介意听 Podcast 的人可能需要嘛，绝对毋是一个节目有法度补的病因为咱一礼拜嘛才出一集尔所以反正会使介绍更较侪好的节目互大家安尼但是我讲咱也是定一个收件的时间好无若超过时间我搁收到我就歹处理我可能因为我嘛需要时间去整理咱就较好记啦就新历8月初8或者8月初8 8月初8啦，袂啦，我讲得好，这个8月初88月初8就是这个爸爸节、父亲节，前台湾定的父亲节当然啦，父亲节这个名词还有这个日子的单纯就是华语的8这个关系嘛，8月8号所以88咱就做父亲节伫咱的遮济原住民族内底敢有像这款甲父亲甲老爸有关系这日毋知咧反正以后有机会再来研究一下那以因的这日为主我感觉嘛会真趣味比如讲今日拄好咱录音的时间是8月初1 8月初1咧是什么日子咱之前捌介绍过什么原住民节原住民族日咱顶边伫讲一个感觉咱真搞感觉咱的传说就是迄对兄妹仔的传说就是伫咧8月初1迄礼拜发布就是配合着原住民族日所以大家若有兴趣回头去听看卖这拄好咱嘛袂使讲拄好嘛虽然讲拄好我本来伫找题目时倒伫网络看到大家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会使来调整成咱的方式甲咱的补充甲真侪咱希望互大家知影物件变成咱这边咱来讲的故事还是甲咱在地这个感觉咱人有关系甲宜兰有真深的关系这个故事互大家更较了解宜兰过去有一群人因的文化因的发展的方式或者是因的这个发音家字因的讲话的方式因的话语这我拢是我感觉真好耍真希望讲互大家
来感受看卖吼，感觉看卖，那日后有兴趣，我有伫考虑环世未来想要去学噶玛兰话，讲毕竟是在地的人的话吼。啊，你学你剩一下喙烂者吼，我好育者，互说人好育一个吼，老兵啊，什么意思你知无？就是讲。少久的朋友，以前阮母啊、阮阿娘、阮阿母啊，因几十年的朋友吼，因若拄着拢会拍招呼做，喂，老兵啊，真久无看，我即马用即句话来呼吁咱夜讨聊聊天的听种朋友，老兵啊，你会记哩哦，100集哦，赶紧甲因寄批哦。咱这集是第98集，是，所以佫一集要扩大。我会讲老兵啊，迄是就阮阿娘、阮母啊因讲的，咱会听种朋友，咱会听种朋友，听足久的朋友吼，啊，你就是阮的老兵啊，新朋友嘛是会使写，嘛会送，你是老兵、新兵拢会使，就是好朋友，啊，听足久的朋友，你会记得哦，爱写回来哦。好，那安尼今日故事讲了，毋知大家对这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呢？这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个5分钟我一个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来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当然上尾啊，若是行有余力。愿意一杯咖啡、一包南澳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使点下 show note， 也是说明区的赞助连结网连啊。假如是随喜生意食水甜，蓝山表心意，大笔的我嘛介意。这个不管这也少啦，拢感谢你的支持。那咱今日就到这为止咯。多谢恁的收听，感恩，下礼拜再会，再会咯。